因流感市府公布有问题，鸡卵是卖去倒位？台中的业者强调，已经无咧使用迄批鸡卵，因为苗栗的上行业打出退市公告。咱的海巡公布和美国合作掠到载毒品的货船，船员阁想要特证，又也是去互掠到1300公斤的毒品，11个嫌犯拢总羁押。国造厂水南海军号完成头一天的giảm航测试，因为国民党立委齐卡心是讲着要创入去200公少深，完成海上测试才有准许。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中道新闻，我是林雅纯。新闻头期先，咱来关心咱的国造厂水南海军号长平安来完成头一天的giảm航测试，所落来会阁按照计划来进行海上测试。因毋过进前讲这海军号若是浮会起来就有钱的，国民党立委齐卡心，伊是讲在创入去到200公尺深，完成海上测试才有准算。而且伊是无认为讲这海军号有材料伫咧6月底进前完成交准。国造厂水南关型海军号1月29头一届giảm航测试，中昼11点对高雄港出海，经过8点钟，伫下暗7点平安回港，完成50米的giảm航任务。海军见，军事部九部调大声甲国造厂水南海军号画加油，还有人是专工对台南走来见证。一早就从台南出发过来这边，想要见识一下，对我们国造的潜舰到底长怎么样。军事专家指出，若是这届潜水测试顺利，后一阶段就要做愈挑战的深水测试。今天的测试，只要顺利完成的话，就要进行深海测试。那深海测试就会到小琉球以南的海域来进行更深的一个海域测试。头一届giảm航成功，台船发新闻稿表示，这是咱国台湾海军国造舰艇史上公营的成就，所以按照计划进行海上测试，完成整体的性能验证，还有交准目标。因国民党立委齐卡心是刊文讲，肯定海军号完成测试，不过上重要是200米的畅水舰道测试，拢要全部完成才算有成功。免讲要6月交准，若是年底进行下当交准，安尼就算是真好啊。若是阁需要动到其中的相关预算，这当然袂使。公视新闻综合报道。今仔日各地拢是侪份到靠天真烧热，不过气象署表示讲，对明仔载开始特别变天落雨啊，这气温嘛会降低，甚至伫咧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嘛拢有可能会落雪，一直到后礼拜2，这水气才会减少，拜3温度开始回升。这2天侪份好天的天气，你要变天啊！气象署表示，对拜5开始，云的量慢慢变济。部分的所在就会开始有雨，到拜六冷空气路南，加上透东北风，天气会变成淡淡湿湿，温度嘛会降低，一直寒到后礼拜3。那这一波冷空气预估影响比较明显的时间会是在2月1号周日一直到2月3号的清晨，也就是周日到周二清晨这段时间。那要比较留意的就是在低温的部分。各地的低温大致上会在这段期间是落到13到15度左右的一个情况。气象署讲，拜六到后礼拜1，中部以北含东半部拢会落雨，尤其北部雨会落较济，落雨的时间也较长。后礼拜2开始，水气就会慢慢减少。中部以北其实整体上来说都会是逐渐转为有短暂雨的形态，而且降雨的方面会是比较普遍的。那在东半部地区，其实也是会有局部短暂雨的一个现象。那到了南部的山区，可能也是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那到了下周1、2号的时候，还是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不过水汽上来说会有稍微减少一些。气象署也表示，若是水汽和温度有配合着，拜六暗到后礼拜1，3000公尺以上的关山可能会落雪，提醒有要去山顶的民众爱细腻，注意安全。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在地消息来看，屏东东港的花桥市场伫昨中昼时阵发生交通船去弄到码头以外，弄甲这铁栏杆拢歪去，红门土嘛起角，而且因为是去弄到这餐厅，好佳在人客是闪了紧，敢若一个人轻伤。总公司表示讲，敢若是机械故障，船啊才会失去控制，因会负起这个责任来赔偿。
监视器画面内底规只船都安尼一直驶过来，弄起来码头顶。餐厅的民众拢惊甲四界撞。而到中昼，当时食饭时间，东港花桥市场瓦港边的大客料理餐厅，一道人客菜点个拄坐落无偌久，大家当咧开讲等出菜，船都弄过来，规道8个人起骹就走。其中一个19岁查某囡仔写白句有扣掉伤，送病院检查，加在人无啥要紧。是看伊的船一直驶来，应该是要驶去拍，啊，毋过那雄龙上蹦一声安尼啊。第一个樱花虾上过来，客人刚要舀起来吃的时候，他那个船就撞过来，大家吓一跳，而且还有撞到人。河船弄到的所在，突然间已经歪歪断断去，码头的阿妈头毛受损，跳输的船敢若船头有小可耐入去。餐厅业者讲，伊伫东港开店10多年啊，头一摆拄到船弄起来码头，真正有影喊。对此船公司表示，代志发生的是交通船当咧汽车顶悬无载客，敢若是因为机械故障，船失去控制，才会造成事故。试完车以后要回来靠码头，因为靠转弯的时候，那个突然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个主机没有来车，没有来车，他就去撞了码头。船公司表示，船故障的原因要当原厂来查过才会知。除了包红包甲受伤的查某囡仔地惊会失地以外，码头受损的阿妈头甲铁栏杆嘛随派人来处理，所有损失因会负责到底。记者柯斌在柯家族柯朝阳屏东采访报道。这几天，真侪国际的大团体来到高雄咧表演开演唱会。即马伫咧高雄的世运馆要来举办演唱会，今年是已经安排到年底去啊。不过有议员伫咧审查相关的预算，批评市府拢无咧甲人收租金，敢若靠市府出钱来咧维护这场馆，实在是无合理。因为文化局表示讲，演唱会租金的收费办法是已经送去到市政会议咧讨论，按算今年开始就要针对演唱会来收租金。精彩表演满场的观众，高雄国家体育场因为免收场地租金，嘛无针对门票的收入抽成。这几年声真侪国内外歌手团体来办演唱会。根据市府统计，114年高雄拢总办109场的演唱会，带来52亿的观光效益。虽然议员认同市府的演唱会经济做法，不过议员认为中央爱地方大馆国体场，市府场地免贵少人用，所以家己认钱维护真正不合理。除非中央再把维护经费给我们啊。是不是？那不然的话，我们管这个场地，然后也不收租金，然后还要负担这个维护的费用，这个事实上是不公平的。包括交通局，他还要编100万，是否这些的加班费，这个都是我们的公务预算嘛？好，那这样子的不平衡的状态，到底要持续多久？高雄市议会29审预算，文化局今年针对国体场编4700多万的设施使用费，和议员判完全无改进，要求爱回归使用者付费的原则开始收租金，嘛要比较台北门票爱抽成。对此，文化局表示，场地租金的办法已经准备送市政会议，按算今年会针对办演唱会开始收费。这个收费办法目前已经签到府方啊，我们跟市长报告完之后，应该就可以送进这个我们的市政会议。文化局表示，虽然无收场地租金，去年也是有收水电钱2311万。不过议员认为，国体场启用到今已经17档啊，真侪物件拢爱开钱翻新。尤其今年演唱会已经排到年底去，伫咧市府无甲收费做法讲清楚进前，文化局的预算会先坑咧。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雄场报道。来看台南的铁基路地下化工程，伫咧今仔日来完成全线小接。按算第一阶段伫今年底会先通车，台南车头卖来启用新的地下月台。不过全线完工的时程是要延后到2031年。火车隧道内工人用电工落去下小连起来，这段若完成，是铁路地下化真重要的所在。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30完成正式的铁基路小接，隧道内底全面采用辅导者连续当换光的铁基路设计，嘛结合控制正度的技术，降低火车驶时会真大声。因希望伫今年底会当顺利通车，到时台南车站会使先启用新的地下月台甲铁基路。我们会加紧赶工。我们会赶在今年的年底之前，让台南的铁路地下化正式通车，让台南的都市的这个缝合能够正式的来启动。台南铁路地下化全长8.23公里。
地面的铁轨路拢地下化，迈过加林森站、南台南站等地下通行车站。不过工程推动的过程有拆除空间、污文化资产的代志，加上这几年欠工价不计波动影响，所以进度调整几啊摆。原本2026年要完工，第3届修正了后，行政院核定整体工期期间延到2031年。铁道局的同仁非常辛苦，中间要挖到古迹，又有一些地底的涌水，很多自然这个景观的这个状况地质的状况都必须要克服，而且这次能够期待如期如职，真的是倍极艰辛。虽然第一阶段地下化通车时间有前到，不过地下铁轨路的修接了后，过来就是等地面的铁轨路清除，才去进行第2阶段的工程。交通部强调，地下化完成，并交到地当减23个，卖当予路桥袂塞车，市府的交通就会较顺。移定工期到底敢有法度顺利，嘛要看后续的进度甲品质控制。记者邱台南采访报道。新德县竹东镇的这个游泳池开7000万的预算，经过4档改建好势，伫咧去年6月才拄开放尔。不过最近说是传出这水温上过低，也是航商的门变形等等一寡问题。竹东镇公所表示讲，会赶紧请厂商来甲改善。民众探营来到 SPA 池减轻压力，不离个边仔人实在配合伊的勇气。原地则是要互人放轻松的所在，却因为水温伤低，互不少人根本就唔敢落水。隔太冷我们都不敢下去。以前温度低太多了，在冬天会受不了。对啊，这样在关的时候那门缝就有门缝，要不然他应该要靠到这里来。除了SPA池的水温伤低以外，个人发现电风扇的门则用无偌久就变形，内底烧气一直流出去，也失去电风扇的功能。水温大概在29到30度左右，但是我们去查一下SPA池最适当的温度大约是32度到36度，花了7000万在改善，有这种工程瑕疵，真的是很不应该。这是新德县竹东镇游泳池开7000万，用4年时间改建，去年6月才对外开放，用半年就招精，针对民众反映，镇公所讲会请厂商来修理。近期就会增加一个热棒，然后热棒只要加进去之后，水温就能够迅速的回到35、36这个温度。我们已经起厂要去做实木来做整个改善。竹东镇公所表示，水温伤低，电风扇的门无码，拢会请厂商赶紧改善，也针对游泳池相关设备检查一改，来符合民众的需要甲期待。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咱搁再来关心到这台中丰原的防空幕场爆发禽流感，彰市府公布这批有问题鸡卵已经被寄到台中市、苗栗县甲台北市。因为台中的业者是出来背货，讲因已经无咧使用迄批鸡卵啊。苗栗的商行也打出会当去退钱的公告。天门拖开，员工准备要闭了。台中丰原防空幕场的女鸡爆发禽流感，台中市府公布流向，台中有7间做食的家因进货。包括这间伫咧西屯区9号码头的现炒店，员工讲买鸡卵是同事之间私底下进货家己食，并无卖互人客。跟同事他进了，我们只是跟他自己同仁几个在吃而已我们没有对外，也没有对客人，那个完全都没有了。丰原业家挂包嘛伫咧名单内底，业者讲知影的时阵已经全部落市，嘛甲幕场退货，找其他的公司进货。我们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就立马就是全面就是下架。就把蛋都先收起来，然后我们先去附近的全联应急先买一些蛋，然后隔一天就先进其他人推荐的牧场的蛋这样。禽流感爆发了后，市府监控市场的介绍，目前鸡卵一斤47块，鸡肉一斤差不多36块半，甲往年差不多。后续要密切观察。鸡肉或者蛋因为它有这样相关的一些问题，那有这个波及到价格，现在还没有。不过未来会不会有，我们会密切观察跟注意。苗栗县的相关商行到1月27为止，拢总甲防空幕场进货4640台斤，卖予附近的山客。业者3早无营业，不过有大退货的公告。购买这个蛋的客户几乎都是附近的这个住家，也就是他是一个传统的蛋商哈，他也已经在他的店面贴了一个公告，告诉所有的消费者，如果还有蛋，也可以进行退货。苗栗县卫生局强调讲，
消费者若要食软，就要食全熟的，或者是60度煮超过10分钟，就会使唔免烦恼。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今日去到花莲来缅甸天宫3型防空飞弹部队，佮特别进入到这个战术中心车来了解防空的效能。因为针对着前几日这中国的军事将领去互拖落台，引发各界的关注台海局势变化。美国国务卿罗比奥是表示讲，对台湾行动，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历史使命未改变。每过年啊，总统赖清德去花莲缅甸空军792旅第613营，试到部署的天宫3型防空飞弹。赖总统也特别进入控制中心、战术中心车，了解防空的效能。因为中国一直咧武力侵扰咱，而到搁在执行联合战备警巡，派出26架厝的中国军机，6架厝的中国舰，甲1架公务船。美国的准官员也警示，美国当咧面对来自中国全方位的威胁，已经甲日本、菲律宾、台湾等印太伙伴合作来做伙对抗网络攻击。We're doing it on a daily basis. Certainly, there's opportunity to do more, but there's a very deliberate approach and campaign plan to working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现任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副司令罗德得到川普提名，特别掌控美国国安局甲网络司令部。罗德表示，家己伫印太战区的经验丰富，对中国挑战有深刻理解。另外，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杰、参谋长刘振立正是昨晚落台，互国际媒体真关注。伫中国国防部定期举办的记者会，直对问：坚决查处张又侠、刘振立，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是2个极端，一派是说这提高了这个中共攻台的可能性，一派说这反而让中共这个不太可能在短期之内攻台。政府的立场就是料敌从宽。The situation on Taiwan is a G legacy project that he's made very clear that that's what he intends to do, and that's going to be irrespective of anything that happens in the world. 美国国务卿罗比奥是指出，外界推测美国突袭未来时代了后，会影响中国对台湾的行动。这个讲法无啥正确。分析习近平把台湾看作是历史使命，要因为其他事件来改变。记者综合报道。英国首相施凯尼去访问中国北京，也有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强来见面会谈。传出双方是已经签10项的协议，中国也要来提供英国公民30日内唔免签证的优待。另外，英国的大药厂阿斯特捷利康也答应讲，伫咧2030年进前，要伫咧中国投资150亿美金。不过，美国总统川普是来警告英国和中国展开商业的合作是真威胁。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8 years that a British Prime Minister has been here on Chinese soil. 前一天伫北京会晤习近平甲李强了后，英国首相施凯尼30参加英中商业论坛。英国政府进前无顾各界强烈反对，为中国伫伦敦的市中心兴建新的大型大使馆互通过，并有向中国释出善意。这段去中国也将做英中两国展开接触的关键起点。I'd like to echo a Chinese phrase: pursue common goals whilst reserving differences. 习近平甲施凯尼到伫北京人民大会堂相见。中国官媒宣布，中英要发展长期稳定全面战略友好关系，会当讲是延续2015年卡梅隆访问中国的时阵所建立的全球全面战略友好关系。英国方面嘛宣布，中国甲苏格兰威士忌的关税为10%降到5%，3点钟峰会甲午餐，两个人伫讲卡球莎士比亚，会谈当时嘛包含安全议题、俄乌战争甲人权的问题。为着填补8年高层交流中断的空隙，英中双方互送大礼物。中国单方面提供英国公民30天免签。英国最后头人阿斯特捷利康 AZ 嘛承诺2030年前伫中国投资150亿美金，扩大药品的生产甲研发。除了元首的会面，英中的贸易官员甲经贸团队嘛伫双方会谈了后签署10项协议。施凯尼这段除了访问故宫出名的金水桥，嘛伫一间餐厅甲北京民众做伙翕相亲切交流。学者分析，施凯尼这段已经带来具体的成果。伊对加拿大总理卡尼的脚步来中国，想要伫这个动乱的时期，改善甲全球第2大经济体的关系，为英国的经济带来新的可能。European countries are now in a geopolitical quandary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predictable and not being particularly friendly, and that's changed everything. So they have to
not pivot. I think that's too strong, but they definitely have to diversify. 不过，川普说经过英国的做法是危险的，伊也搁再大声提醒加拿大总理卡尼，中国不是解决经济问题的答案。Well, it's very dangerous for them to do that, and it's even more dangerous, I think, for Canada to get into business with China. 结束中国的访问，史凯尼31要转去日本，这原来是伊上任了后头一届去日本访问。史凯尼要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确认英日伫经济甲防务领域的合作。公司新闻安如梅编译。罗西亚参乌克兰战备线，即马乌克兰阁面临着极端寒流，气温有可能会降到零下30度。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讲，有说服罗西亚总统普京暂停攻击1礼拜，尤其是针对能源设施的轰炸。针对这件代志，这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是来表示感谢，因为罗西亚是无直接来证实这个消息。美国总统川普伫内阁会议顶头讲，俄乌即马面对着破纪录的低温，伊亲身敲电话给普京，要求罗西亚伫这礼拜暂时卖拍乌克兰。川普讲，普京已经同意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虽发表谈话，感谢美国吹桥，嘛讲即届停火对着修理派去的能源设施是介重要，毋过效果爱搁观察。They're being hit with proportionately the kind of cold that we're being hit. It's much colder in Ukraine to start off with. But it's really cold now, and he agreed to do that. We appreciated that very much. Дякую американській стороні за зусилля, щоб в цей час зупинити удари по енергетиці, і сподіваємось, що Америці вдасться це. 这波寒流，互原本就已经欠电的几乎是准破偏具对头风，真侪工具烧气拢已经无啊，厝内面是关甲死准。未来这几天低温会来到摄氏零下24度，当地志工是袂惊寒，继续发烧乎乎的食面互民众食。志工讲，希望互寒冷的天会当感受到温暖。Щоб він тебе зігрівав. І коли ти будеш його мати, цей вогник, він буде зігрівати оточуючих навколо тебе. Це дійсно працює. 美国甲乌克兰是正面回应，毋过克林姆林宫发言人面对这件代志，伊是无要回应，干那讲俄乌按算伫2月初1伫阿布达比会举行新一轮的会谈。Там будут согласовываться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до дня встречи, до воскресенья будут модальности согласовываться, что, собственно, по сути это ничего не изменит. Но, безусловно, все сделают так, чтобы обеспечить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для продолжения дел. 虽然这摆因为天气无好，暂时休兵，毋过敢做会到，大家也毋知。伫咧零下低温的考验之下，任何形式的停火对着乌克兰的兵民来讲，拢是一线的生机。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镜头转来看国内，今仔日是这届立法院第4会期最后一届议会，中央总预算案到达犹原是无咧审查。不过，南北党团是拍算要靠人数的优势，要强硬来推动三读通过真侪引起争议的法案。有公民团体透早就去到立法院外口来抗议，这个修法是要独立特定的组织为着个人的特权，甚至是互违法的代志变做合法。速审总预算。34立法院这会期最后一届议会，中央总预算也未开始审查，却临时变经议庭拍算三读通过3个争议法案，包括维持广播电视法、立法院组织法甲动产条例，引起公民团体的不满，来到立法院外口抗议。因认为这个修法上大的问题，就是可能会独立特定组织和个人的特权，甚至和违法变做合法。谁可以像中天一样？明明换照申请已经被 NCC 驳回，却可以大大方方的拜托立委修法，让中天重新上架回频道。如果不是海线严家，谁有能耐来为他的贪污罪除罪化、修法提案联署解套？民团认为，包括替特定媒体开后门的维持广播电视法，甲可能牵涉贪污工会助理费都罪法立法院组织法修正案，也佮有动产条例修法缩减政党赋税组织的定义，可能地属已经合法院裁定的赋税组织不动动产免刑予国家。毛民团批评立法院立委唔赶紧审查中央总预算，会地属国家治理受到影响。因认为这款修法嘛涉嫌干涉行政甲司法，威胁民主制度。原本认为犯罪的，他们可以把它
修成是合法。他们现在放入红色的病毒在法条，他们现在把特权黑金这些病毒全部放在我们的法规里面。如果大家现在对这部分还无感的话，我认为这是台湾民主宪政上的最大的挑战。公民团体拜五伫立法院外口要联办5场演说，希望社会大众同齐来关注监督这寡争议法案的修法，嘛呼吁立法院赶紧摆心中央政府总预算，和国家治理赶紧恢复正常。记者卢尚祖、郑准佑台北报道。美国财政部上新的汇率政策报告指出，包含咱台湾、中国，抑搁有日本等等，拢去互列入去观察的名单当中。专家就分析讲，主要是因为咱的经济结构抑搁有出口导向有关系。未来央行伫咧操作汇率，应该爱搁较谨慎。美国财政部对外公布半年期汇率政策报告，伫这边汇率操作观察名单内面，台湾也是上榜。其他像中国、日本、韩国也拢伫观察名单内面。AI 的需求很强嘛，所以我们整个的出超啊、顺差其实还是会持续存在啦。那我们过去一直都是3项指标里面都会有一些是无法避免跟消除的啦，所以长期来看的话，我们还是非常有机会一直会续留在那个观察名单里。美国财政部汇率报告主要是有3大检视标准，第一是对美国商品加服务贸易顺差超过150亿美金，过来是经常销顺差对 GDP 的比率超过3%。前2项台湾拢达伫咧红线，只个第3项净买汇金额对 GDP 比率超过2%，而且12个月内面有8个月以上净买汇，台湾无达到标准。观察去年新台币对美金4月美国宣布对等关系时阵，月平均是32.64块，5月开始起的时阵30.208，6月是已经到29，一直到8月才又起转盘。统计去年全年是起4.27%，创5年来上大起爆。3只新台币对美金开盘31.36，盘中港31.409，盘8.2分。从去年的12月开始，把每一季公布揭露的这种可能对这个汇率的一个调节等等这个改成每季公布。所以说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措施，将来就踩到这个第3条红线的这个机会就大量的降低啦。虽然美国汇率报告内面讲到台湾有经常销顺差，这是因为对科技产品的需求悬，和台湾对美国双边贸易顺差成长。专家认为，央行以后伫咧操作的时阵，可能会改用间接工具处理，避免和美国认为咱伫咧干预汇率。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的立委蔡其昌宣布要来参选民进党团的总调和万年总调郭建民来底对决，这是引起各界关注。蔡其昌表示讲，这是党主席赖清德希望伊会当加承担一寡，那郭建民是回应讲，这应该得爱先协调。另外，立委王世坚是认为讲，蔡其昌应该会选赢，会当来促成这个调野的和谐。两人小谈交换意见，民进党立委蔡其昌宣布要选立法院民进党团的总调，正面对决现任的总调郭建民。总调竞争不上台面，两人三早出席党团会议，外界关注双方的互动。有万年总调封号的郭建民坐镇民进党团，担任总调有25年之久，连任之路拄着挑战。对手蔡其昌过去做8年的立法院副院长。资料是真丰富，两人交手，方看做是偌黑甲非偌黑对决，也传出蔡其昌是受到总统赖清德的考劝，才决定参选。蔡其昌是出面来背会。党内的同志也希望我能够多一点承担。那总统也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他也跟我表示说，希望在立法院要多多帮忙。赖系跟非赖系的对决嘛，有这样的事情吗？谢谢。我相信，选也一定选得上，因为他会赢过柯建铭，党团应该与时俱进。蔡其昌发声讲，选完又是党内同志，郭建铭表示先协调，在也认为绿营的总调纷争，源头就是大罢免的失败。讲的一副好像蔡其昌一定会当选一样，这毕竟这个我们柯总召这个老谋深算，国会的尊严应该要高过这个朝野的意识形态。蔡其昌即使不当选总召，也可以希望发挥他的影响力啊，劝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的干部啊，不要再出现这种不理性，
甚至人身攻击。针对蔡其昌参选诉求，希望朝野转来到理性的沟通。王世坚认为讲，蔡其昌的态度较春秋，若接瓜革命的位，是对朝野的和睦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回答的执行长黄金芬为着要参加买价，佮来到台湾，即嘛是传出回答除了伫咧北市科要建立台湾总部以外，佮要伫咧台北市架设第2总部，地点有可能就是伫州美国式的议定地。黄金芬针对这件代志，今仔日也有来回应讲，有这个可能有机会。另外，黄金芬昨暗也有先去拜访这个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张忠谋是坐轮椅来出席，引起媒体关注。因为黄金芬表示讲，张忠谋的精神状态也佮有身体拢无问题。伫台北市的餐厅出现回答执行长黄金芬预告，甲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食暗顿，外界关心张忠謀身体的状况。黄金芬讲，伊精神状况拢真好，理路真清，两个人讲啊真欢喜。He's doing fantastic. Yeah, he's in a wheelchair and he's getting stronger, but his spirit is high and as you know, his mind is so sharp. Yeah, but he's doing great. We had a nice whiskey together, and so.Very nice evening. 张忠謀坐輪椅入來餐廳，雖然行動小可不方便，不過精神看來袂歹。黃金芬第29尾仔嘛到張忠謀主題拜會，伊行到的所在，攏有民眾要甲討簽名。黃金芬嘛講 AI 晶片需求真大，會盡量莫互顯卡中斷，也預測 AI 會有重大突破。The big breakthrough right now is tool use.Which means that the AI can actually use a tool. The other breakthrough is physical AI, which is AI used for robotics. And so a lot of big breakthroughs coming in the coming year. 外传回答因为建设台湾第2总部地点有可能是州美国小议定地，黄金芬讲有可能才有机会，嘛讲回答应该尽量加起几个总部。台湾有真侪优秀的人才，回答伫台湾会有真侪员工共应联合作的 U 盘也甲客户。Might be or it could be. A second one? Well, sounds good. I like it. We should have as many as possible. 目前没有相关讯息，但如果辉达提出需求，我们一样会给予协助。若是什么时阵甲黄金芬会面，周万安表示，市政府会持续甲辉达保持联络，也理解黄金芬的行程真满，一切拢配合伊的安排。记者综合报道。海巡公布和美国合作，去年6月伫咧东沙岛南边海域调查载毒品的货船金昌良，发现这船员想赶紧要把这毒品漂入海里，要来灭证。不过，咱的查缉人员是强硬上船，也是查到1300公斤的毒品，涉案的11个嫌犯也拢总羁押。出来，全部都出来！海巡人员甲炸弹用火棒刷落来入去船顶检查，因为伫咧东沙岛南方125海里的坦桑尼亚籍金昌良货船，互要求入去船顶检查，不过拢无要回应，而且佫有船员敢若甲底毒品的袋仔弹入去海底，已经大到就是塞满了整个我们船舱，然后还有浴室，可以看到他们是非常的嚣张。查缉人员伫咧内底发现53袋毒品，伫咧海面佫获到5袋毒品，发现是安非他命加 K 他命，拢总要13公斤。金昌良货船也转去高雄港清查，检察官审问了后，船顶11个嫌犯拢互法院裁定羁押。所有司法单位从情收的收集到所有的布线追查，到最后的破获，都展现了高度合作，而且高度的效率。这件运毒案发生伫去年6月，关地美国缉毒局提供国际证据，提起咱台湾恐惊有货船涉嫌运输大量的毒品去台湾。美国的缉毒署给我们非常大的帮助，它从源头锁定的情资，让我们可以在细密的情资的研判跟远端的监控开始。海巡署表示，台湾甲美国缉毒局有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2024年，台湾、美国伫咧2件下境走私案当中的密切合作，显示台湾甲美国是亚洲反毒战略的朋友关系。一摆检、警、调、海巡下部会破案，行政院长杜英泰嘛到现场颁发加菜金，鼓励所有辛苦的人员，嘛展现咱台湾反毒的决心。公视新闻综合报道。
前一阵有一个桃园计程车司机载着食酒醉的替代役男，所伫咧台六四快速道路叫人落车，害人予后壁来车弄死。即马在叫车平台是发出声明来回释的，强调司机已经停权，因为这个司机的职业登记敢会取消，就要等待法院判决。伫台64线升溪红蛋落车肇事的现场，详细看事故的现场有2线道。升溪红蛋落车的时阵，应该是伫咧路径，不过毋知虾米原因煞出现伫咧内底是车道。路尾手不幸互后壁经过的车肇事。台北市公运处进一步厘清这个司机职业的登记，虽然是无过期，不过已经违反真侪项规定。汽车在高快速道路上面，然后有一些临停或者是停车的状况，这部分是可以处新台币3000到6000的罚款。派车的平台波特表示，对这个严重的事故表达悲痛甲不甘，不过因为案件进入刑事调查的庭事，会全力配合调查。波特讲，第一时间知影这个事件了后，已经甲这个司机停权。这架车有投保乘客第3责任险，因为还阁甲后壁甲伊交过4架车有牵连，所以爱等警方甲刑事调查的结果出来。台北市客运车驾驶员职业工会呼吁，目前的法规，肇事的驾驶甲车队拢有责任，不过无法度约束派车的平台，应该修法来监督，互平台的管理更加周至。交通部应该要跳出来，几年前有开过这样子的会议，要把系统业者纳管进来，在计程车的管理里面，车队还是要负相关的一个管理责任。违反公路法的情形，最重的罚款可以到9万，那并可以视情节，那最终还可以废止他的营业执照。这个不幸的事故发生了后，警方第一时间调画面，刚刚听到司机讲：“先生，请你莫踢我的椅仔甲车。”全程并无这个乘客姓温的查甫人的回应。这个姓温的查甫人，伊的家属透过正面台表示，有一寡报道讲，这个乘客食烧酒醉，甲司机起冲突，这拢是不实的指控甲伤害。因若这个姓温的查甫人，伊的母校政治大学学务长蔡炎良嘛发文道歉，讲伊是真优秀的学生，是学校想要培养出来的人才。发生这个意外，伊是感觉真悲痛，嘛对司机甲伊等落车的这个行为感觉真生气。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通过刑法修正草案，明定性侵的受害者，若是迄当阵也未满20岁，就唔免受到这追诉期的限制。而且只要符合这个条件的被害人，到达追诉期拢也未结束，买当来比较刑责，唔免管追诉期。另外，立法院要初审通过刑事诉讼法的修正草案，扩大预防性危害这个事由是包含食酒赛车、有时效性爆射等等。已经互判刑确定的毛俊新，2年来是侵犯家财的幼囡仔，经过家长检举专案才互知影。但毋是所有时效性侵的案件，加害人拢有受到法律的制裁。5、6年级的时候，觉得就讲出来，家庭会被破坏。到我30几岁的时候 ，Me Too 事件我才讲出来。我的不起诉书，他就写说追诉期已经过14天，流程跑快一点的话呢，那是不是我这个人就有可能会被起诉？被小姐的亲身遭遇，并不是国内唯一的个案。有真侪性侵害的被害人，伫正少年的时期被侵犯，但是年岁伤细，唔愿讲出嘴。大汉了总算有勇气，但是受限法规已经过追诉期，无法度救济。儿少性侵害犯罪被害人，他有一个特点，他可能不敢、或不能、或不知来告诉。原来我们刑法规定，犯罪追诉权是从犯罪成立之日开始起算。这一次把它修正，从他满20岁之后才开始起算。为了扩大保护儿少性侵案的被害人，行政院确定通过刑法的修正草案，明定未成年性侵案的追诉期对被害人满20岁开始算，20岁进前拢无算入时效。目前这种案件被害人都算已经成年，只要追诉期的时效还未消灭，未来嘛当改用新法来计算。初步来说，我们认为是一个蛮好的方向，因为儿少在他受到性侵的时候，其实90%都是受到熟人性侵。那在这样子高度被孤立或者是被压迫的情况下，其实很难够去站出来。说出来、写出来，这个是一个大概是，其实就是说这么幼小孩子，他能够做，其实就是这样子。听见的这些大人们，我们要帮孩子做更多的一个事情，就是用各种客观的证据帮他记录下来。这在民团肯定修法，但是被害人伫未成年的阶段受害，所证相对是较困难。因拢建议调整证据法则，莫让案件进入调查，搁面对一堆关卡。
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动议通过。若是行政院提出修法，立法院嘛初审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扩大移风性羁押的事由，纳入食酒赛车、二小性别下条例等罪，只要嫌疑重大、有事实会当证明可能实施同一个犯罪，未来若修法通过，都要面对羁押的处分。记者综合报道。网络世代少年囡仔拢真介意咧看低影音，毋过有可能会互因去接受到伤侪无适当的资讯。教育部今仔日就召开记者会，邀请专家甲家长来咧分享，也针对着6个低影音平台，包括抖音、小红书等等，有提出后来网络防护措施，希望对源头好好来管理，也提升囡仔媒体认知的能力。囡仔用手机定咧看低影音，低影音看伤济，对囡仔有啥物款的影响？教育部拜告开记者会，邀请专家、家长针对国际研究数据，提起离校使用低影音的风险。专家提起低影音当咧改变咱的大脑思考，尤其是对认知能力搁咧发展的囡仔来讲，风险搁较大。那这种快速的节奏、强感官的刺激、及时的回馈，高度活化了他的多巴胺系统，所以在这个可能会立即追求回馈，耐心下降，冲动性增加。青春期的时候呢，更会让他的持续专注力下降。选那种学生群中最爆红的影片，我们就一起讨论这个影片为什么会红？里面有没有踩到法律的红线呢？借着这些真实案例的讨论，师生一起演练资讯判读的能力。教育部指出，目前澳洲、马来西亚、法国等国家已经全面禁止离校使用低影音平台，而且以澳洲做例，禁止16岁以下的囡仔使用平台，违规上悬的罚11个新台票。所以，咱的政府才会针对抖音、小红书、微信等6个平台，伫校园内的网络提出管制。在学校的公务设备是禁止下载、安装、使用上述6个高风险的 App。另外，在中小学的台湾学术网络，我们也不会提供上述6个 App 的一个连线服务。教育部认为，鼓励囡仔唔通直直耍手机看低影音，上重要就是爱互囡仔行出网络的世界。伫今年，教育部也扩大专案的经费，支持学校发展户外教育课程，另外也设立低影音识图的网站，提升囡仔认知的能力。记者台选林秀凯台北报道。宜兰去年出世的这红婴仔头一届是无够2000个人，引起教育界在烦恼讲未来教师可能会伤侪人的问题，所以建议县府在提早来因应，减少特班学生的数量，提升教育的品质。原来县府是回应讲，这都要来看县内的这财政状况才个评估。病院的红婴仔囡仔愈来愈少，既然罗东镇博爱病院去年12月有医生佮普文讲，红婴仔佮捌出现连续4天无囡仔的状况，小组乳化的问题愈来愈严重。东西是学出来的。囡仔减少，教育部头壳莫咧烧。根据宜兰县政府统计，最近这5天红婴仔数量每2天拢会减少500至600个人。2021年还佫有3000人，去年敢若剩19个，算落来是头一摆落落去2000个，互教育界足烦恼的，恐惊未来会发生教师超额的问题。好，但是如果是按照目前的新生人数来看，其实我们是觉得还有更多的空间来做一个调整。好，因为目前以教育部的统计来说，其实宜兰县已经到达每班就是班级人数是25人以下的规模。宜兰县自81年学年度开始，国中国小班级数拢降低1人，国中29个人，国小28个人。县教师职业工会认为，未来班级数调整还佫有足侪空间，县政府应该要为较有路的教育方向来发展，避免教师超额的问题。我们也会做一些资源的一些盘整那包含对于我们的班级学员人数是否在减少的相关的一个评估作业。县政府这几年下来其实蛮可惜的，其实为外界所知的非常有助力的这个政策其实不多。县政府表示，降低班级数，除了要符合教师员额编制准则，也可能因为人力需求增加，提升教育成本。这部分还佫要看县内财政状况评估。也若小资女化的问题，有民代建议，县府应该要针对少年人做调查，了解需求，比较外县市，提出和中央有区别的福利政策来应对。公视新闻综合报道。
再来关心台大病院妇产部这医师，互人压出小连续对查某患者骹来手来，也佫有对大院医师来性骚扰。监察委员公布调查，发现台大病院这寡相关的机关拢总有疏失，所以通过提案要来纠正台湾大学台大病院甲卫福部。台大病院妇产部黄信英陈思源两位医生，伫2021到2023年中间涉嫌犯性侵、性骚扰案件，监察院展开调查，利益通过提案纠正台湾大学台大病院甲卫生福利部。黄信英他还给他如期完成住院医师的训练，那这在当中呢，他还是有做诊疗的行为，卫福部应该要以本案为戒哦。然后尽速完成相关的法件。监察委员调查前妇产部大院医生黄信英是用性功能测试做理由性侵女病患，案发了后，受害人已经请亲友报案。若台大是无急诊场合性骚扰事件有效隔离方案，让黄信英再一届来接触被害人。另外，台大病院展开行政调查了后，讲因为无法律的依据，所以同款让黄信英完成妇产科大院医师的训练，这中间佫接触济病患。台湾大学就说他初步决议说，他不需要暂时解聘，用这个师生关系，没有考虑到他其实工作场域的关系，他是医病在。另外，台大病院妇产部主任陈思源是用公务上权势机会性骚扰大院医生。台大病院调查了后，对伊做出禁制处分，伊却无咧信道，真济届联络被害人。另外，因为陈思源同时阵有台大医学系教授的身份，专案经过台大病院考执会记一支大稿了后，佫需要送台大来做上后边的决议，这过程实在是足高工。临床上的同仁对于这些性平观念需要再强化，那么也要鼓励呢 speak up。要讲出来，那么，所以我们会强化的是这个教育啦，对于监委相关的这些建议啊，我们会逐一的来说明、跟厘清、跟加强，这样目前还没收到正式的来函。台大校方嘛回应，未收到监察院的来函，若收到了后会阁讨论。若监委嘛提醒，即马医师挺界法制欠环向的联络机制，所以卫生局无法度知影，无法度及时来启动医师的挺界听书，嘛建议要建立主动的通报机制。记者综合报道。伫屏东内部最近有几个路段是来做人行道混块工程，确实引起争议。包含有的人行道竟然是比车道搁较宽，嘛有两线道向纠做一线道，还袂少驾驶是无细致的驶去对向。这议员接到订正了后，有赶紧找相关单位去会勘研究，要安怎改善。那个机车道是205公分啦。民众直接提笑，实际伫人行道让互大家看。内埔国中附近进行人行道混跨工程了后，附近民众却发现人行道比双向的车道更较宽，影响到骑机车、脚踏车的空间，造成汽车甲机车抢道的乱象。而到下晡，议员李世干就邀请县政府交通队到现场做会勘。现在车子越来越大，行人有多？哎，不要激动，有人吗？这个低端1块30公吨，22块。好，从那个围墙到这里22块，就6.6米。它那个单向是3.2米。双向的话是6.4米嘛，那你的人行道比道路还宽。光做这个工程没多久就已经发生2次，以前这边就常车祸了，然后这个工程开始施作之后，车祸没有减少。民众表示，亲像南华路、文化路路口本地就无宽，混跨了后用分隔岛，民众要转弯拢袂惯势，害伊骑脚踏车跋倒。着几啊台车甲反光的标志弄歹去，而且这搭所在大台车接出入，无机车道保护，骑奥多摆就无安全感。惊讲安尼车祸只会愈来愈多。标线这个行车的那个轨迹画出来，让大家可以依循。然后大家因为路口缩小了，大家进入这个路口的时候是不是都会减速？路口扩大之后，我的机车跟摩托车不会切过。我们把这个公园退让出来做人行道，实际上跟没有占用道路原有的环境。会勘了后，县政府回应讲，未来会加做号志管制车辆。交通队也表示，会搁确认路线和状况，为线提醒大台车的驾驶，希望大家会当调整骑车的惯势，让行路的民众有一个友善的空间。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
咱即马大家拢有一个本色，就爱回收分类的观念。伫咧嘉义县的番路乡，这个清洁队是甲本色会当分类分到50多项。环境部要去到当地来参访，要了解番路乡的清洁队是安怎咧做回收分类，互本色会当搁再利用。清洁队员甲分类回收倒来本色，按照国较有的项目，搁一摆来分类遮的本色。嘉义县番路乡清洁队本色回收分类的项目50项，到底是安怎做的？环境部的环境管理署署长专工来参访，要来了解实际执行的状况。整个厂区的规划相当的良好，尤其是我们番路乡公所将资源回收物分50类以上，这是大概是全国最细分类做得最好的地方。番路乡公所指出，原地回收场空间无够，透过环境部经费的补助，开3600万的经费。门下划发军方无使用的军火库改造回收场，佮因为遮个所在遮宽，才有法度甲回收的物件做第二次的拆解，找到内底有价值的回收资源。电脑里面可能会有我们的 IC 板啊，还有我们的电池啊，然后还有电线，就是把它们拆开。模拟里面它有 IC 板跟我们电线，还有铁，还有一些还有金属类的我们可以去拆解下来。去减少一些的垃圾。清洁队表示，甲回收分类的本色，佮拆开做较幼的分类，真正爱开队员袂少时间。但是会当为拆出来的物件当中，佮找到亲像贵金属这种有价值的物件，毋通替本色来减量，嘛互这个回收场加做环境教育上好的示范基地。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作家赖一心出版台语宪章，指出20年后会晓讲台语的人是恐惊剩无够1%。赖一心也主张应该将台语定做官方语言，安尼才有法度来复振台语。加拿大魁北克的官方语言是法语，不过英国北因为法语人口降低，英语佫占优势，地区法语的生存甲文化受到威胁。到1977年，政府颁布法语宪章，才受到保障。为着台语的未来，也有人写出台语宪章。作者赖一心自伊的囡仔伫学校读册了后，意识到多数人拢无咧用台语生活。伊主张甲台语定做地区的法定官方语言，互振照活路。阮无爱上母语课啦，阮要爱用母语上课。这族语就是爱甲伊定做官方语言。伫咧行政、教育、媒体、司法各种的这个系统内底去使用。安尼，咱的族语才有法度搁活开。赖一心指出，国家语言发展法实行高达7年，日头无够生活中的台语使用并无明显增加。伊认为应当爱反省语言政策，面对强势的华语环境甲中国的文化渗透，赖一心嘛强调台语的国安功能。渗透因的这个成果慢慢拢咧浮现出来。这就是上重要原因啊，就是咱的语言是共款，无法度去接受到这个因的这个认知作战的这个资讯，安尼这个中国因若要搁做这项工作因的迄成本会提足悬。台语宪章除了成立国际上语言发展的例，也针对国家语言发展法甲现处时，台湾政府对语言发展的政策提出检讨。作者把这本册当作是害我台语社会运动的宣言，但也透过全国巡回讲座，希望招民众同齐来思考台语的未来。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报道。咱故宫的文物翠玉白菜送去节庆展览，即卖已经返来到台湾，而且节庆也阁宣布讲要和故宫继续合作，换要甲澳洲的文物摕来台湾展览。民众为伫咧翠玉白菜边啊翕相翕袂停，因为伊总算返来啊！翠玉白菜出国拼外交，飞9000多公里去到捷克，展出4个外国，即卖已经返来台湾。我感觉真好啊，因为最近澳洲甲咱的关系拢愈来愈好，所以伫遮的文物这个交换甲展览是真好的代志。去年9月份，故宫选131组珍贵的文物，包括翠玉白菜、清明上河图等等，去到捷克国家博物馆做展览。随着澳洲引起讨论，也互捷克博物馆创下上侪参观人数的纪录，吸引138万人次参观。双方的交流也看出两国的好关系。卢卡基总馆长说过。故宫博物院不会把珍贵的文物借给不是真正的朋友，就是只会把文物借给真正的朋友。我们也
将延续这份友谊。台湾和捷克两国馆长也来到翠玉白菜头前欢喜开讲，顺续宣布一个好消息，后一阶段双方会有新的合作。捷克博物馆规划在台湾展出一系列的古物，店名叫做澳洲之心。Dovolte mi nyní s radostí oznámit, že naše spolupráce nekončí. Právě naopak. Přicházíme s novým výstavním námětem, který jsme připravili pro Národní palácové muzeum a který má pracovní název Srdce Evropy, pokladnice české kultury. 国强表示，未来过年期间，翠玉白菜会伫台北陪伴大家过年。接落来3月初5开始地刷对国强南院，照顾北中南的民众，让大家拢有机会批判一下。记者李选林曲凯台北报道。下半部天气声款，咱交予台记台 AI 手语主播唐啊。今仔日台湾各地还阁有平乌、金门，大多数是多云的天气。干那伫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甲马祖有局部地降雨，西半部山区嘛有南山的地降雨。好，感谢唐啊报气象，也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中岛新闻，我是林雅纯，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